G7峰会各国领导人按算利用罗西亚去向冻结的资金的利息，抵押贷款50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美国 NASA 官方的直播出现意外录音，听起来那亲像是有太空人破病医生咧提供协助。NASA 事后出面驳回。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为着要救经济，下动手改革，引起民众抗议。国会大楼又搁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意大利对今日开始是举行3天的G7峰会，这回各国领导人有一个要讨论的大重点，就是要利用罗西亚海外去向冻结起来资金来援助乌克兰。目前罗西亚大概是有3250亿的美金去向冻结伫咧西方国家银行。目前西方国家就是按算把这寡利息用来抵押做抵押品，甲因贷款贷500亿的美金借予乌克兰用。等于就是有一点仔是用罗西亚的钱来拍罗西亚意思，算是上新的制裁手段。去年G7的峰会制裁手段也维持伫咧限制因的出口甲贸易等等的方面。G7峰会13日意大利举行3届会议，主张俄乌战争、气候变迁、移民甲 AI 议题。除了美国甲乌克兰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各国关心 G7是不是达成协议，利用俄罗斯伫海外遭到冻结的3200亿美金的资产资助乌克兰。伫峰会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就先透露 ，G7领袖已经同意今年年底进前，利用俄国被冻结的资产提供乌克兰500亿美金。美国是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将真济经协助俄国亲欧的中国甲香港企业列入制裁名单。Some of the leaders may not be there in the next G7 next year. Most likely next year there will be a different political posture in many G7 countries. So they need to take decisions and increase the cohesiveness now. 12日喺古巴哈瓦那港军方用11响礼炮迎接4只俄罗斯军舰，包含1只协助动力长水艦甲顺风艦，因为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45公里，引起美方密切的关注。俄军进前已经伫大西洋完成会谈演习。俄国国防部声明指出，这摆到古巴毋是官方访问，暗过也讲到军舰顶悬有先进武器。古巴外交部是强调，这船只顶悬无核武，未对地区造成威胁。暗过伫俄乌战争敏感时期，俄军的行为依然被看作是对美国发出信心。The visiting Russian warships to Cuba are Vladimir Putin's way of reminding President Biden that Moscow can challenge Washington in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 too. 另外，瑞士要伫个15到16主办峰会，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出和平协议，争取国际支持。内政部要求俄军全面撤离乌克兰。不过，这场峰会俄国无受邀请，甲俄国友好中国也未去参加。乌克兰官方是讲有107个国家甲组织确定参加。不过，美国到今嘛也未宣布总统拜登是毋是会去。公司新闻杨干编辑。中国的电动车介绍小，后面为着要避免这市场去互中国车占去，宣布要扣冻税。去年中国品牌伫咧欧洲的销量排伫咧第1的上汽集团是卖出12.55万只，所以讲后面就要甲因扣38%的税。也若是第2的吉利汽车是要甲扣20%，第3的比亚迪要甲扣17%。7月初4就会开始生效。也若是美国迄边嘛有类似的政策，8月初1开始要提悬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对25%提悬到100%。面对这款情形，中国就提出警告，讲安尼就会损害到中欧的经济贸易合作。欧元执委会12日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收暂时性反补贴关税。伫受调查的中国3大汽车集团中，比亚迪会互人加征收17.4%，吉利汽车20%，上汽集团因为配合调查统计，会互人加征收最高额38.1%的关税。因为欧盟目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扣定10%的关税，国加新的关税，对中国国内需求放慢，也有继续落价的电动车产业来讲，是另外一个打击。中国外交部12日批评欧盟安尼做，违反国际贸易原则，是标准的保护主义。这起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欧方以此为由，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贸易规则，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和全球汽车产供链的稳定，最终也会损害欧洲自身的利益。欧盟临时关税为7月初4有效，去年10月开始的反补贴调查持续到今年的11月初2。调查结束的时阵，可能会确定征收大部分有5年的最终关税。不过，若是中国甲欧盟会当达成有效解决方案，保定就会当闪过征收新关税。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部长爱伫11月初2前就新关税进行表决，至少爱有11个成员国反对，才会当阻止有关决定。 However, if a member country ignores these rules and acts independently, it is clearly unfair. 目前，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意大利甲西班牙的国家，坚持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处罚性关税，通保护本国汽车制造商免受到真相的继续竞争。那德国、瑞典、匈牙利、捷克这个国家是表示反对。针对欧盟的决定，中国商务部12暗时声明指责欧盟执委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无符合中欧领导人要加强合作的共识精神。 所以要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国进前已经放调要对伫农业、航空加大排气量的汽车这个领域对欧盟进行报复。北京也已经对部分欧洲州类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美国太空总署的官方直播，今日是出现一段意外录音。这内容听起来那亲像是有国际太空站的工作人员身体出现严重的状况，请求外科医师来协助，这就引起真侪网友烦恼。加在这 NASA 是赶紧出来配合，咱先来听这段录音。 So if we could get a commander back in his suit. Get it sealed and step into procedure 5.180 for suited hyperbaric treatment, section 3 for oxygen post splashdown. That would be my recommendation. I'll copy. 这段对话意外伫咧国际太空站的直播当中放送出去 ，NASA 随伫咧画面当中用文字通知信号中断，稍等一个恢复。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这录音当中听起来是太空站的人发现指令长发生减压症。一个讲家己是 SpaceX 任务指控中心的飞行外科医师，当咧提供医疗建议。不过 NASA 事后是出面解释，讲这段声音是过去演习的时阵录的，所有的太空站人员隆重平安。稳定的经济真歹，总统米雷伊为着要救经济，下动手改革，抬掉真济社会福利，引起民众抗议。 当这参议院针对改革法案要表决的时阵，就有真侪民众企伫咧国会大楼外口示威，甲警方起冲突。警方发射催泪瓦厝，想要来驱散民众。抗议的人有的是大声喊口号，有的是甲路人的石头捡起来等警察。对无人机空袭的画面，会当看到警方伫国会大楼边仔的路口，用人壁马和配合喷水车阻挡抗议的群众接近国会。 就任半冬外的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为了确保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财政资源，来叫特别规个放弃的经济，推动大幅度的经济改革，除了国营企业的民营化，嘛大幅度来削减社福支出，而且限缩工会罢工这权利，来省搁较侪外资。工会和培养党这左派的团体，为了要抗议米雷伊的经济方针，这几个月拢一直去街头抗议。 Hoy se está tratando una ley nefasta para la gran mayoría del pueblo argentino, donde hay una reforma laboral, donde se quita las indemnizaciones, donde los trabajadores vuelven a pagar el impuesto al trabajo, donde se faculta a Terminator, el presidente Terminator, a tomar cualquier medida por un año. 另外一方面，伫参议院的议场内，米雷伊的经济方案是经过马拉松式的辩论，释出较济培养党是成功取消部分条款。执政的自由意志党伫咧甲其他的小党诱过来了后，伫72席的参议院变做36比36，这么紧绷的局面。落尾是副总统兼参议院的议长投出上关键的一票。Por esos argentinos que sufren, que esperan, que no quieren ver a sus hijos irse del país, para esos argentinos que merecen recuperar el orgullo de ser argentinos y pensando siempre en todo por Argentina, mi voto es afirmativo.
美丽的更改法案在4月在众议表决通过了后，才送去参议院。因为参议院审查过程是修正部分条款，专案爱阁送登去众议院定表决。这个互阿根廷的政局变甲真乱的法案，落尾会变做什么款的形？接落来，阁会继续观察。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镜头换来看美国政治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牵涉这徛假甲办公室是有藏国家的机密文件。由这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就要求司法部长爱甲拜登接受调查录音档交出来，说是去互拒绝。共和党怎利用人数优势，伫咧众议院通过表决，认定这个司法部长是藐视国会。民主党就批评共和党是不满 Trump 去互定罪，拜登说无代志，怎丢卡当地。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6, the nays are 207.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Without objection, 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第12赢1.2票表决通过决议，认定司法部长加兰特藐视国会，原是拒绝交出总统拜登伫机密文件案内接受检方问话录音档。拜登伫2017年卸任副总统了后，涉嫌不同甲国家机密文件放伫德拉瓦州徛假甲办公室，予司法部调查。负责审理案的特别检察官谢尔今年2月时以证据无充分做理由，无起诉拜登。不过，伊伫调查报告内底讲，拜登是一个记忆无好的罪人。共和党用这做理由找空切棒，要求爱交出录音的内容。We think we're entitled, actually, we know we're entitled to all the evidence and the best evidence. And the transcripts alone are not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state of the president's memory. 不过，白宫已经认定这个录音内容是行政特权的保护范围，司法部会当拒绝国会的要求。民主党批评共和党的做法是政治动机，因为川普甲拜登两个人今年大选会阁对决，因对川普因为封口案被定罪，拜登说无代志，真不满，所以就拿找司法部长算账。The Judiciary Committee under Republican control has spent the last 18 months and $20 million taxpayer dollars in a desperate search to find something, anything that they can use to damage President Biden and to protect Donald Trump. 不过，美联社分析讲，共和党的动作恐惊是象征意义较大实质意义。加兰特因为藐视国会向定罪的机会是真小。For Merrick Garland, this is mostly symbolic. He overse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hich is the entity that House Republicans just sent a criminal referral to against him. It is very unlikely that their prosecutors are going to choose to prosecute their boss. 另外，川普嘛是有向指控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不过伊无要配合拒绝提出文件，互人用稳重机密等38项罪名起诉。不过，顶个月审理的副州法官决定要无限期延后开审的日期。这个案件无可能伫11月总统大选进程进入审理程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传奇球星威斯特将半暝过身，食到86岁。威斯特就是 NBA logo 先生，伊是 NBA 史上唯一一个3届入选拿球名人堂，拍输总冠军赛，佮照摕到 MVP 的球员。迄阵 NBA 的票号就是照伊本人画出来。NBA 传球球星威斯特12半暝过身，享受86岁。威斯特生涯上出名的代志，就是1969年 NBA 设计全新的 logo。迄个时阵，设计师参考伊运球的动作，打造应用到即卖的标志，互伊得到标志神圣，也就是 logo man 的外号。威斯特身高188公分，拍后卫。1960年，互湖人队第2顺位选到，到1974年退休，拢伫湖人队，捌帮助湖人队1972年得到冠军。不过1969年总冠军赛，湖人虽然拼7场，不过也是输予塞尔提克。威斯特平均共37.8分，也是获选总冠军赛上有价值的球员，是历史上唯一获选的败队球员。威斯特退休了后，转任湖人总经理，带动湖人队才有的小 time 热潮，过8届帮助湖人得到冠军，2届获选 NBA 最佳经理人。1996年选秀，伊才有眼光选到后来的传奇球星科比，伊甲科比都若亲像爸仔囝，做伙打造湖人王朝。即摆2个人拢已经过身。2019年，伊得到迄个时阵担任美国总统川普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百姓最高荣誉，伊表扬伊一生的成就。I was a dreamer. My family didn't have much, but we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 and I'd sit alone on our front porch and wonder, if I ever make it to the top of that mountain, what will I see on the other side? Well, I did make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my dreams have come true. I've been able to see
I've been able to see the sides thanks to that bouncing ball. 离开乌人队了后，韦斯特持续伫非常勇士抑个快艇队展现伊的行政专才。优秀的行政能力，互伊伫今年进前以总管身份协选民进党，这已经是伊生涯第3届入选民进党。前2届分别是以球员加奥运代表队成员的身份协选，也是到即马唯一3届得到民进党肯定的传奇人物。篮球之神佐顿发声明向韦斯特致敬，佮讲韦斯特都哪亲像伊的大哥。乌人球星詹姆斯、NBA 总裁史佛，这个美国篮球界大人物，也拢对韦斯特的过身表达哀悼。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西洋天后苏玲迪翁唱《铁达尼号》的主题曲唱起来，是已经唱差不多40年啊。不过2022年的时阵是宣布家己得罕见的疾病，无限期延后巡回演唱会。今年1月，伊是宣布要拍纪录片，记录伊治病的心情。这个纪录片预计是6月底会伫咧串流平台放送。It's not hard to do a show, you know. It's hard to cancel a show. 甲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唱红的加拿大流行天后苏玲迪翁，伊所参加的纪录片记录伊得病了到即马规个心情的过程，以优美的歌声，互粉丝敢若转到以前。Ready? 56岁苏玲迪翁，1997年主唱《铁达尼号》主题曲，伫国际歌坛唱红。一定上5月份，某个法国版方面谈以前的往事，讲差一点仔就无唱《铁达尼号》的主题曲。There's a big story about this picture because James Cameron, the director of the movie, did not want any song. He said, "My movie is great enough. I don't need any songs." 伊讲，迄当阵拄试唱的时阵，对这首歌并无特别感觉，也无啥兴趣。无想到讲，这首歌甲电影配合甲正吧，互伊规个唱红起来。苏玲迪翁伫加拿大出世，伫12岁时阵唱歌的歌声就互人注意到。音乐经纪人安杰里甚至甲厝提起底下，互伊发第1张专辑。伊摕过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摕过5遍格莱美奖，还有大大小小国际音乐奖。尾仔2个人也结婚，虽然差26岁，不过翁仔某2个人感情一直拢真好。2016年，伫林世旺连续失去2位挚爱亲人。翁婿甲小弟拢着癌过身，伫告别时感受到伊心情受到正大的打击。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a very rare neurological disorder, and I wasn't ready to say anything before. But I'm ready now. 2022年，伫林世旺宣布讲，伊得到罕见疾病强艺人症候群，要暂停欧洲演唱会，也要甲已经登台累积16年的美国赌城驻唱的行程停来。影片内面，伊讲到一半，目屎夹要强要讲袂出来，歌迷除了失望，也真唔甘。I'm working hard every day, but I have to admit it's been a struggle. 伫林世旺一直拢有健身跳芭蕾舞。身材拢一直保持3条3条，媒体对伊的时尚品味也真恶劣。伫咧着病了，虽然身体肌肉拢有救赎，行着路也无啥顺，不过伊也是食规律的运动，保持体力。希望会当战胜疾病，搁登到舞台顶。伊也参加今年2届格莱美颁奖典礼，要参加滚石乐团的演唱会，甲大家翕相。My voice is the conductor of my life. When your voice brings you joy. À quoi les garçons? Je t'aime. You're the best of yourself. People. I miss them. If I can't run, I'll walk. If I can't walk, I'll crawl. I won't stop.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精彩好莱坞动作片，替身演员嘛是当中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替身这个行业长久以来拢是以查甫白人为主，就算是女性的角色，嘛是互查甫替身伫街头装；黑人的角色嘛是互白人甲皮肤擦互黑。时阵有一名女性的替身演员，就决定要组成特技车队，或者演技界知影讲，性别甲种族，甲这替身演员的专业程度一点仔关系都无。
加州洛杉矶高科这特技驾驶训练场，艺高大胆的女驾驶落油门，海尾飞车隆重会晓。20年特技资历的桑莫斯，带头成立好莱坞第一个职业女驾驶特勤团体，决心打破市场性别限制，证明特技唔是男性的专利。 Producer said, "Oh, I didn't know there were female drivers. We just put a guy in a wig." And I was super frustrated because I'm like, how does this person not know this, or is this just a lie, to cover up? 车队有若有技术精湛的女性，也有各种做戏，予所有女演员拢找到甲家己同款的分身，用来拍破业者有一种叫做“抹菜来歹习惯”，也就是将别人特技演员的皮肤抹做咖啡色去扮演非裔演员，也是营造一种片中出现真侪有色人种的多元假象。 There's not just one white guy who can double everybody. He can do everything. We all train. We all take the time to perfect our craft. So use everybody. 根据美国演员工会统计，特技演员当中，男性占3%，女性占1/4。虽然明文规定制作方爱为女性角色找到女性的替身，男性使用查甫替身，不过若剧组想尽办法拢找无同款的人选，因发表声明设过限制，公平的演出机会关系女性甲少数族的替身的收集生活，因继续拍拼突破无合理的现状。 But it just motivates you to work harder, train more, and get your name out there so people know your reputation, know that you're good at what you do, and you're available. 公司新闻是非常平静。伫咧南韩大汉真受到疼惜的鸟禽福宝，等去中国2个月过，张总算是公开出面，伊食甲肥肥，看起来应该是真健康。也若是另外一只旧年对日本等去中国的鸟禽香香，张嘛过7岁生日，佮有对日本介意的民众专工去甲过生日。小夫，回来，回来喽，坐好，乖来，哎乖，甜不甜？ 这物件是一个好食款，保育员讲的小福，就4月的时阵，对南韩送登去四川的人气鸟型福宝，经过2个月的隔离和检疫了后，福宝杂志总算是出关，公开出来，互大家看。看到伊行出户外，看到啥物拢真好奇，偏偏来看看咧。洗一轮了后，发现这个平台顶悬有放食物，随着大喙开始食，后壁规气倒落来，到处正手拢摕一支竹笋一直剥，看起来是有够古锥。保育员讲，福宝是真爱食物件，经过2个月是变甲圆，而且伊嘛真紧就适应环境，3天就会晓听中文啊。看到福宝同款是遮尔活泼，搁遮尔古锥，互关心伊的民众是加较放心。虽然之前韩国媒众有传讲福宝登去中国了后，防苦毒，相关的网站有几万人联署要救福宝，甚至有人走去中国驻首尔的大使馆外口在抗议。但目前看起来，福公主应该是安全无代志。像是伫四川的鸟禽基地，搁有另外一只接受关注的，就是去年1月对日本返来的香香，12拄好是伊7岁的生日。黄光替伊精心準備古西簽仔含真鮮的竹筍，看到伊食甲真享受，對日本來替慶祝嘅民眾嘛真歡喜。でこちらに来てシャンシャンはなんかゆったりと元気に過ごしていて食べる時もすごく嬉しそうな表情で食べているので私たちも安心して幸せに思っています。和福宝无啥共的，就是保育员讲，伊是开8个月的时间，才和香香建立真好的互信关系。看到香香对即摆环境和管理模式拢适应到袂歹，证明伊一切拍拼拢是有价值的。民众嘛希望福宝和香香伫中国会当继续过幸福、佮快乐的生活。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